事情。主持人啊，做主持人啊，主持人哦，节目不主持了。没啊，来，四位，我来当这个。本访问的，来，今日来宾罗斯峰先生，欢迎，来，前面同欢喜来，你好，你的主持人，你讲法，我讲法，我在倡议先同台起个拜年啊，拜年哦，哈，来唔会拜年啊，就咩抢很来宾拜年。公路卡冬天跳来啦，原来阿我出在爱上我相信更有是跟广东人的启发深思啊，我们也来玩玩，所以刚刚出来的出，你也可以讲真的咩应用到海台啊？海台对啊，有啊，有应用到来啊，冇有，我冇按片拖，你给他走吧，你太爱某一其实老年就出脱了，你现在装小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热降下來。大家好，我係豐富啊！大家好。哦，下禮拜新年快樂先，忙了忙多了，下禮拜當過年啦，係啊。漳州的透風包啦。對，因為做下禮拜都過年，所以下禮拜本大家歇困一下，好休息一下，所以參賽朋友但是雖然冇比賽。啊！你節目咩有搶到之前的參加比賽啊？優秀嘅歌手，你們要來表演唱歌本讀啊糖啊咧。很多副英雄記到過年神奇嘅事情。哎呦，一天當好搞哈。應該係啦，過年有青島事情。咁過年有乜嘅事情？我過年就拿紅包俾阿爸。啊。係啊，你都冇人本來紅包咧。哦，特別是就過年嘅時間，等羅哥拿一張紅包。哎呦，真係。羅哥今年當年都有包紅包俾你。好啦，等下按照好好的訪問佢啊，對吧？歡迎啊，太子家。先嚟聽佢唱歌。好嘛，我哋有唱到萬年咧。TV 係傳統組嘅中藥真帶來好聽嘅歌曲哦。我嚟聽過啦嚇。
根本没从山台挑呢。没有，松山菜茶。没有，佢上瘾嘅同事，他创一种歌嘅，係啊，貼後堂。其實我凍好小調。凍好小調，豆點豆後來哈，有真排泄排泄，不要受到羅姓藝人影響，樣用安排。我會錯意，我們會逼掉哦。哦，喜歡小調歌曲，小調的歌誒哈，傳統的歌曲我們衝得暗號，所以衝起就是董後堂啊。係啊，根本要做了兩舞台表演，他這個堂啊。下禮拜都過年了。係啊，應該去磨汗吧？會過年的時間。懂磨汗哦，錯。還記得挑擺過年的時節，係要用辦好搞嘅地方。咁會有好搞嘅，做人心口會有好搞嘅事情。這些時節啦，做人心口下磨汗啦，這些時節，這些時節，做生意嘅時節，生意生意當多啊，明下兄弟姊妹當多啊，吼，喊過年當跳啊，看媽媽做個班嘅時節啦，做聽班、學發班，我照你看。媽媽該聽班吹好忙咯，發班吹好忙咯，該會發夢咯，吹熟忙咯。啊，該是本該你這個媽媽牽馬咧，聲音走。誒，佢咁打開來，係就魔術，係我吹唔好。唔會啦，你唔會開解啦，啊是當奇怪。你在安門了，你嘅媽媽吼，該班是當難受，你都是吹唔會熟。哎呦！唔對啲順風就會吹唔熟。佢火車冇喇吧？唔係，佢個哦超前少未強壯咧，吹當叫，個聽辦事嘅唔會熟。真係咁奇怪。就聲音在當定嘅鬧。誒，像依家唐人咁樣講呢，個聲音根本嘅時節，個班就超高興有冇？哎呦，那吹硬就冇得說。哎呦，跟我裝什麼熟？哎呦，是不是灶神在？韓師也要聽班是請唔好聲音嘅戲嘅白天講嘅班就跟聲音來問，唔會說懂麻煩，一張面好像做一個不好的莫安吉安好不太吉利啊，對。頭擺你看頭擺做太貨房啊，冇做太家庭哦，全部七家都做辦嘅，主辦嘅，也哈唔是咧。你還用買就好，用買個夾。我會買客家用錢做嘅哦，這樣真是好事。嘿，真嘅。我爸都會買客家人做嘅辦嘢，客家人做嘅發牌。我講你有冇電哦？唐佢講法就電咧。客家強啊用。誒，唔是七家做，佢上網一多錢啊！誒，七家做點都麻煩。誒，專業嘅做嘅很好事啦，真係咩一例會嘅嘛。客家人做嘅真好事。誒，真件好事，你客家人做辦一例會。對呀對呀。面試嘅嚟東西。新年呢，新年到了哈，誒，新年有乜新年願望？係啊，今年算龍年嘛，明年算3年。3年。哦，我係年風度誒。哦，我係小曬。那你要去安太歲啊？會啊，大年都會吧。所以就會，你看冇，漸漸你步入中老年嚟啦，最希望就自己身體健康。身體健康，係愛提點。冇講安內。拖得到成年吼，很麻煩啦。即係顧好來，係錯錯，呢啲照顧好自己，錯。哦，還有乜新年？照顧新年是希望你所有天時記透前嘅鄉親朋友，大家身體健康。心想事成，事事如意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大家都好，大家都好。最希望共好，共好。哦，安子 C， 好了，謝謝你了，謝謝了。願望都成真了嘛？好的，新年快樂！新年快樂！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啊！身體健康最重要。你賺了家財萬貫，你沒有好的身體，也沒辦法享受啊，對嗎？真是係哦。好嘞，撒下來。撒來，顧秋婷帶來好聽嘅歌曲哦。來，彈過啦。唱歌一閃悠
嘛？你今天是爬山哦，还是去骑马？高马尾，你等一下嘞。新梦造型师。哎呀，对，你抽影视同家哦。对，你去干啥嘛？去干干。啊，造型师希望给开。我想说帮我借这个，然后帮他借这个。你这样，你这招很碎花，很适合你啊。这是水梨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西洋水梨，你看木竹案法，这是西洋梨，同来腰汹涌。我现在是有腰的。身上看起来变花了。因为我就像朵花，我不就是花丛里的一朵花吗？没聊一次。对。好啦，从他们球顶起，我不用去公演神奇的事情。好像太假甜嘛。哎呀，太假出啊，系无？应该以後教吧，動腦捏吧。大概會你要注意撩，公演咁樣咧。公演我哋咪強容易買時字嘛，哈。然後全部都我媽媽嗰度公演，係是團圓盤，係除夕，對。哦，全部家住嗎？每間細妹全部做衣服。係啊，錯啊，係。啊，做得啦。做得啦。一般人會講做唔得咧，公演嗰隻。我哋當慣咧，全部係用嘅。我講好咧，係冇。一般人會講啊，細妹加做衣。過年初一都轉嚟，我搶福氣呢，你明樣的意思？我哋爸爸媽媽當起我哋強開放，因為我哋公公婆婆冇出嚟嘛。所以有關係。所以除夕也是在大家強下聚在一起吃年夜飯。阿姑嗰度是年初二，我記得會回嗰度養。我現在都幹嘛？真多年的時間，特別過年多年。哦，過年真多年哦，30人殺哦。係，因為我先生嗰片殺八個兄弟姐妹。係，按年初二對我夫妻是姐妹當老年。哦，咁乜人錢無限啊？其實你下全部都我本身呢。哦，係啊，全堂都有開啊。個之前呢？之前做乜你都自家煮啦。姊妹有咩錢到嘛？我睇下我講下天數煮嘅。即個大都菜咯。哦，帶菜啦。對，睇下強下先。哎呀，想一下阿媽頭擺真係當辛苦。當辛苦啊！帶講啊，兄弟姊妹全部喺台北嘛。係。啊，過年嗰隻全部都做衣啊。係。啊，做衣佢自己13人煮了。哦，冇辛苦天數嗎？佢用時那時間都很細啊。這時間對啊，一殺煮家作了，當辛苦對，聽話我媽媽咪當辛苦啊，係啊，係做呢個辛苦全部當辛苦，條擺辛苦對，你係幸福嘅，係啊，出天是做得咧，對啊，我哋全部都我輩試試好人，誒，你喺裡面福卡公園咩？我輩試啦。哦，對啦，哦，但是諾貝是咩人擠人？唔會啊，我們只要是小孩出錢，爸媽都沒意見。哦，是啦，提早訂，像今年是和明年就會提早訂，哎，對，3年到了怎麼辦？你都唔會，有可能。我們照着演的時間啊，一重呢。有可能。唔會啦，記得那個餐廳嗰度全部鮮凍熟食誒。哦，跟名商以後嘅啦，對，受到肯定的餐廳啊。你就特別講下是要跳舞唱歌啊？唔會啊，唔會啊。哎，請問你記一趟，請對一下，基金會準備吞舞頭。舞蹈哦，要跟我們大家各位觀眾朋友賀年呢。哎呀，係嘛？係啦，因為我係偶像係鳳飛飛啊。哦，摸誒又來。難怪我想我旁邊因為我準備一檔摸誒。來。哦，兩種舞頭，唔係傳統嗰種舞龍舞獅嗰種哦。你最熬的呢？恭賀新喜啊！哦，舞龍舞獅啊！係啊，熬嘅啊！我哋舞蹈班咪要跳舞龍舞獅啦。沒有跳舞龍舞獅。沒有跳。真的。你用哪倆摸嚟跳舞龍舞獅？係啊。沒有啦。有槍哦！哦，唔係哦，唔係哦，啊，你咧愛跳帽子歌后嘅歌嘅係嘛？我媽偶像咪係鳳飛飛，所以我受到我媽嘅影響，係，佢當後堂鳳飛飛。因為你公演都會表演兩一團，全部一起共舞。真的啊！我哋我哋餐廳是有卡拉 OK 啊，表演本全堂嘅人看哦。沒有，我哋包廂啊，包廂哦。係啦，我聽你嘅財神嘅公演，全堂都有財神啊。我梗係本堂嘅，有啊，本堂嘅用啊，對，財神啊。那所以我們今天全部要下來一起。會下來嗎？可以嗎？可以啊，大家一起下來。我們覺得可以，他們不知道覺得。對啊，鳳飛飛舞蹈就是他有幾個，就是那個動作。
同走，来，哎，看得到，排好，排列了哈。好，来，好。哎，林 K 用形容起他条前丢哎。来。杰雄老师应该比较好笑。好来，好，你不能站后面，开始要快速的调吗？哎呦，做对嘛，好，做对，你搞台起来同走一下。其实动复杂呢。哎呀，我起都会，你还开始给他随便跳，哎，你跟着跳就好了，跟着乱跳好不好？公演咩，欢喜就好。大家跟我跳啦，跳，看老年。人聽教咧，哎呦，恰，喂，一道彩虹挂在那天空，如诗如梦，照耀心动，对我呼唤，奔向那彩虹，啊，奔向彩虹，奔向那天空。预备。哎呦，很到位耶！动力会有点疼到吗？有点疼到吗？疼到！我刚刚看杰雄老师哦，好像在复健一样。杰雄老师应该同我差不多嘛，全部疼不到。有条那个钳在拎准了，哎，大家还在背后。没有很熟，哇，厉害！哎呦，以后嘞，舞蹈就是这样，很你会去公园跳那个广场舞啊？你看我本人是不是？你讲看起来配杨一琼的凤姐，真的很像凤飞飞，真的哈。其实背影还可以，翻过来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呦，哎，秋玲姐你也蛮中意的，你还进了金兵了哦，以后，哎，没什么太气感。谢谢，回头休息啊，来，好了，下一位啊，下一位係林老師啊，林啟雄帶嚟學堂嘅歌曲。乜嘅歌呢？彈開那支笛。那只破片油啊，做頭架。哎呦，員工人嚟去送去桶嘅，特別啲木桶啊，裝咧清貨嘅酒，清明貴。到第二天放起來，看個酒櫃打開一看，少了1/4啊。哇！不認識咧。哇！現在暗貨酒啊，忙事都不4/4，又下過。偷喝者殺無赦。哎呦，媽偷食咯，殺無赦。嘿，好容易，你看。有少的一班呢，朋友講，咪講你啦，你唔好下酒，你下尿桶用到試試。哦。誒，過2年，你看那個酒哦，個酒桶黏。
那部分那吃只讲小口嘛。对呀。因为小口一道吧。唔是分享嘛，過年的經驗嘛，係啊。過年就會青島小口咧發生。過年即加買些油講我新買個辦的油啊，沒去咩做辦哦。哦，也不考。我買生意還記得特別你鋼田他不下他冇錢哦。對。然後冇槍了，生意安好啊，老威。對呀，生意在動很薄。拿那個鞭炮啊，紙炮啊，紙炮冇包過你知冇？去前晚冇包過嚟，按點火嚟，按時千塊落嚟。貴川嚟嘅，貴川嚟去前。剛開始前多得我搖到冇包嘅，係那嘢咧點嚟講，按時千好高。哦，是覺得很快樂。公園你做前山嘛，又換到壓歲錢啦。然後公園係記得個望春年糕，年初五之前咯，睇人都唔會罵聲音啦。哦，隨便你怎麼樣。對對對對，就跟你聽州快事啊，有沒有？是什麼嗎？原因啊，因為公園做唔到公費吧。而家凊彩公費都冇關係。係隻破片油啊，做調價，開工廠。人公園你嘅送幾隻桶嘅，特別啲木桶啊，裝嘅清貨嘅酒，真名貴。哦，幾個木桶還寫幾個大字，不許喝酒。啊，不許喝酒，他怕員工，講員工把他拖。他市場頭，他要炫耀，本太大礦啊，要按我酒。到第二天放學，礦該就該大塊一看，少了1/4啊。哇！不認識咧。哇！現在按貨酒按忙事都不。冬天啊，有下過。偷喝者殺無赦。哎呦！媽偷食了殺無赦。嘿。好容易，你看。有收起班呢，哇！有冇人調適啊？其實當年咁樣好係檔案，我嘅朋友講，朋友是講，我講你啦，你冇下酒，你下尿桶讓他試試。哦，其實有道理啊，係有道理嘅，下碗尿桶讓他試。過2年，你看那個酒嗬，個酒桶黏，朋友講有好冇？有啊！哎呦，阿是有，從邊尿誒？你要吃人家小口啦，小口了。你去看，他現在還會安排好真實的人物進去。加創來兩條平板，來自家下來了。哎呦，厲害哦！是，俺們有下條胖頭。胖頭，你們咩表演嗎？哎呦，胖頭咧！胖頭嚟啦！哎呦，過年過節就胖頭一下，來自家下來胖頭。哎呦，我自家下。這個係帶足班來。下新創來下到張燕醫師嘛，因為張燕醫師咯，我講到張燕屬於。我衰題冇張燕醫師。哎，你真係順通坐一下冇，本自家表演。好來，胖頭好啦，我用 rap 啊，用乜嘅？我要記這個要。我記這個要。好嚟。過新年啦，過新年，炮竹鑼鼓就響連天，最後前一個團圓夜，全家樂些吃一點，新年本到個張眼前，每日嘴邊是笑臉臉，從年吹是整數年，太肉好新年，好新年啦！年初一新衣裳，開門陽春擺酒堂，明鑼大鼓響紙炮，大廟小廟求平安，逢人見面說恭喜，路上一片是笑洋洋。年初一總回家，每次細龍是好茶，從明樂到從明愛，一家團圓是笑哈哈，麻雀紙牌是殺氣子，作當數樣變上下，變上下。哎，有咁多廚藝，對啊，好菜，有沒有講到醫師？醫生嗌我衰嘅，真係。醫生講到田春義嘅，你全部唔知係啥？係啦。哦，阿牛我不會聽書呢。真的是學富五車。是的啊，厲害啊！公司菜包下來，還有阿雲呢。對呀，老師就是老師，真的不容易。哦，還有一個過年年節的氣氛啊，初一初二做嘛事情啊樣。了今年老了。就按用清涼下衣，迄清好嘅保養。一今日一機先咁樣較好，我較無安好。下流啲啊，流東西，我
冲214唔記得。也可以來調45分啊！對，厲害了，厲害啦，厲害！好了，謝謝老師啦，恭喜啦哈，恭喜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係啦，身體平安健康，好，健康健康，好，按住先，謝謝，困一下，好，好來，沙下來，沙來係李小怡哦，帶來好聽嘅歌曲，我彈過啦。缺，是否大家？愛是嘅煩那要，是鬆解是那包，不太不捨不長不短，不言不變不講不肯，愛是嘅阿溜溜，開通花有香啊。 就愛真真來遊，不太不捨不長不短，不言不變不講不肯，好那喊嘿好那，高情愛叫叫衝誒，什麼大家？对啊，这首歌好有设计感哦。哎，懂啊，有加嘅嘛，京剧嘛，京腔嘛。谢宇威老师的版本里面，蔡依林欣赏的版本里边，但都是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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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耳朵一亮。里面的版本有说我很缺，赶快给我。这个包拿来，那是真实的。哦，你还真是啊，你还加入了自己的那个创作在里面。现在就想要干嘛都可以，好快乐。哦，都说对了哈。某必酸人，
啊，你查清楚呢，安听。你干脆比赛来唱这个歌，搞不好分数会很高哦。对啊，搞不好子华就真的被你干掉了。冇，哎，你播出，他一礼拜公演的，记得。哦，对哈。哎，不过两条歌诶，嘿 TPA 线两条歌诶。对啊。因为咧，就是我之前都不在台湾嘛，然后又应该转来跳白公歌咧，俺妈妈只开始重散过。哦。哎，今年咧，因为然后林老师恐怕比天穿日嘛，所以我们跟你妈妈很好。对，所以我们家今年的过年充满了送金钗跟打海棠。比了6条歌嘿哦。所以你就听到会唱出来。对，就是唐东该爸爸只会讲，哎，那个，你可不可以去别的地方练？因为妈妈就会在客厅唱。哦。但妈妈也是唱这个。配 V 练习的哦，所以在客厅。center 家里的正中间。妈妈也是唱这个版本吗？没有，传统的版本。对，一直在听啊溜溜，然后我们在讨论要怎么唱这样，动圣贤。哦，和影比较有关系哦。对，因为从某用的版本。对，应该是想讲，哎呀，我的过年大概就是今年的过年一定又是山歌跟小调度过。哦，就在客家的气氛，客家世界啊，不会读完用，就很有客家味啦。懂好啊，嘿啊。哎，唔讲2024年对你来讲，伊特别吼，因为参加那个闹年大轮推。老年大旅队，我之前看到佢面書當中哦，伊之前還蠻分享哦，哈，還蠻開始有佢發面時節，佢就講我喺參加客家天師隊一個客家五等獎的比賽。客家五等獎，所以參加這個比賽，讓你這個非常的難忘，知道嗎？就是因為很學習，它對我來說是新的東西。動瓊你有經歷的，可是它是新的，在鏡頭前面唱歌跟比賽，高衝比賽哦，又係客家歌誒，冇共樣的體驗。係技術師嘅曲風。各種各式各樣的挑戰，還有地動都好會朋友，係啊，進步。對，所以讓你學到很多，很棒的經驗，很棒。本來想要來教一下，冇想到就按用一次比下來。對啊，不那時候，因為同學其實應該比是應該同學講，你不要唱那麼好，你就這樣唱錯幾個字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要再去這樣，我就為什麼你同學要這樣跟你講？來了以後啊，他知道我會崩潰啊，這樣他知道你會一直很投入，比賽咩訓練氣家嘛，係嘛？好了，加油！他真的型真的很好。對啊，大白天時地波都看下都同羅哥討論。對啊，他剛才就發面當中看一會正經一講，真的很有適合舞台的人。對啊，他剛才講說你這個型哦，應該外國人很喜歡。係啊，佢英文又好。對啊，係外國又帶到人叫，係嘛？你可以隨着揚長而去。再會。哎，謝謝啊！好嘞，沙下來，沙來，來燕婷帶來後堂歌曲哦。好嘞。新春佳節體面天。馬該師姐。做主持人啊。主持人哦。節目不主持了。沒啊，來，四位，我來當這個。本封門的，來。今日來賓羅時豐先生。歡迎，來。今日當翻譯了。你係你的主持人。你講法，走得唱以前同睇起個拜年啊，拜年哦，嚇，你唔會拜年啊，就咩唱喺來邊拜年。千家
歌仔舞呢？哎呦，真的嘞，很厉害啊！我听我想讲青面顺对吗？对，安阳我以前看过安阳嘅表演，大班啊，嘿，安阳嘅大班还有表演。你点解看过？就是北韩的模范服务员。小米，穿一真是安阳，他跳舞安阳，北韩的偶像团体，因为跳有点像女团，但又穿得懂真实安阳。哎，厉害哎！哎，真的，因为佢在参加比赛时间，那个唱个三台跳歌，传统太严肃了啦，哎，他严肃的意思嘞。哎呦，没想到你也这么活泼哈。对啊，冲人是跳舞跳起来了，呀呀的哟，有丝味。哎，啊，有丝。哎呦，没走的就冲了，还有上个一部分没走的了哈。最近换了。最近哦，对，没有，最近是那个。哎呦，三正舞啊！哎呦，最近有一个新的，有新的，绵云无限绵云，上下比老婆，哎，这很难嘞，真难。你有看到？看我动都不动，完全没有想要跟做的意思，真的好难。哎，罗哥很厉害，那个真的非常难。然后还有一个上下比隔日岛火。他有那种无限感，有没有？他音调，哎，厉害呢！哎，罗哥，你舞蹈底子，你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发展舞者这一块。我学了多久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呀！我当天跟舞蹈老师教我的时候，我学到已经怀疑人生了，因为真的呀，我很硬嘛，完全没办法跳啊。后来我回去，那老师教我说，你就没事哦，就是换个女老师，你就会了。有可能。哎，你就跟着音乐这样子。哦，那个 flow。对，就这样子。哎，你就比如说一首歌，你就跟着他，就跟着他，两只手。这样夏威夷嘛，夏威夷，呼啦。各位。对，哎，这一天哈，他你想让身体更柔软，你就放一首歌，然后就跟着他。跟着他走，哎，谁没人讲没做的吗？没做的啦。今年没做轻挑战去搞事情。对啊，轻挑战去搞事情。做主持人哦。做主持人啊。主持人哦。节目本主持人。对啊，来，四位，我来当这个。本访问的，来。今日来宾罗斯峰先生。欢迎，来。今日当欢喜来。今日舞台，你好，你的主持人。要讲法，系啊。唱我嘅冲马甲，佢冲出嚟啊！按脚啊！你冲马個誒？按腳哦，阿芒。唱乜嘢衝馬？忙講到冇敢發作衝馬個。係啊。做得唱以前同睇起個拜年啊。拜年哦。哈，我唔會拜年啊，就咩唱你喺來賓拜年？你用扮做主持人咧，小姐。你做那邊主持人唱乜嘢哈？你做馬發通嘅主持人。好教英語費嘅。好教英語費哦，咩樣用嗎？唔係好教英語費。介紹同學啊，下一位同學什麼？你從哪個誒？就是演去給他寫劇本。哦。去給他寫劇本，然後因為我們是主持搞去給他寫，去給他寫，然後就有京劇，然後歌仔客家音樂的活動，然後我們要把它串成一個英雄美人的歌舞劇。像京劇就是有一團那樣係哦，一團。哦，有點像說書人嗰種感覺，係哦，就串聯起來，帶觀眾進入這個意境，但是這個故事是全部都串在一起。哦，你是旁白的角色，就是可以控制人，就超感覺。哦，同學們都受你控制。對，我叫他們噓，他們就要噓。講話就講話。表演就表演。哦，那很爽啊。權力很大，以後啊。對啊，蠻爽的。哦，難怪哎。對。讚。還好你剛沒有叫我幹嘛。對啊，農曆期間還有沒有想要去哪裡玩？想要出國。出國了。想要去哪大國？沒之前張毅越南。對啊，張毅最想去的是維也納。哦，音樂那麼浪漫。今年度的圓夢就係去維也納。還要平安快樂穿太前。平安快樂穿太前，阿公身體好好。阿公身體好好。係啊，他家身體健康。啊，過年期間我同他自個烏卡威有馬貼片過年嘅習慣煮火鍋。煮火鍋聽聽哦。然後跟刮刮樂。刮刮樂，我每刮每中。哦，厲害哦。
福气那么好，真的哦。有福气啊？大奖还小奖？还是买1张2000块中1500这种？差不多，就是那我也会中，好不好？哦，会中，然后会中一些，比如说去店里吃饭，然后抽奖都会抽中。哎呦，真的哦！哎呦，你头是尖的吗？你都是穿这一套红色的衣服去的？没有啦，跟我晕晕啊，我很红。哎，有人厉害嘞！哎呀，运气好，真的，哎呀，好啦，反正这个过年嘛，哈，哎呀，新年的希望，希望做得达成，好不好？以为也那平平安安吹了，好不好？平平安安赚到不卡来，好，安子些哈，谢谢，拜拜。好嘞，杀下来，杀落去自罚，带落后头歌曲哦。等下啦。当作无一回事，话是酸溜溜，情拢总回收，不知你安怎想，过暝了后变遐多份，情爱我无收，是你凊彩着放手，甘着这自私。全无带念这情绪，泪惨酒，过三巡，水试了后，袂记你的模样。当作无一回事，话是酸溜溜，情拢总回收，不知你安怎想，过暝了后变遐多份，情爱我收，是你凊彩着放手，甘着这自私。全无带念这情绪，泪惨酒，过三巡，水试了后，袂记你的模样。情爱我无收，是你凊彩着放手，甘着这自私。全无带念这情绪，泪惨酒，过三巡，水试了后，袂记你的模样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呦，
也跳歌的嘛，歌的哦。也係嚟成歌的。七型的，最新的歌。你上擺就參加比賽時間，哪個種的嘛？做一條嘛？單曲，哪個一條？嘅轉音啊，哎呀，真海漂流啊，無真海漂流。最新的，最新的，所以也幾張出來啊。哦喲，恭喜哦，恭喜哦。按好啊呢，因為如何過年 ？KTV 唱得到嗎？唱得到，唱得到啊！哎呦，好樂迪攏有。哎呦，做得點歌的哦。係啊係啊，點唱一下。紅嘅條歌誒，當好唱啊。嘿，咩？係啊，當好。一號機，一號機。編曲哦，真的是。編曲就很豐富了，對，很豐富，很輕快了。自家喜歡啊，對啊。歸好安尼。歸好。對，我們都是老靈魂啊。哎，遊覽茶檔後面做的，遊覽車上面也可以放啊。因為 MV 發遊覽茶檔後就做的。你會不會自肥？會不會遊覽車都放你的專輯？應該有可能。有可能。聽出來吧，應該有可能。一定會變啊！係啊。跟佢是啲人遊覽茶唱一條歌嘅嘛？唱。已經佢是唱啊。哦，已經搶先聽了啦。先唱本阿公阿婆唱嘅。用唱。特別唱得以後，阿公阿婆我接部本冇。我包紅啊。包紅哦。千太保喺度。5000。哎呦，你太薄呢？對啊，太薄。唱條歌就5000條本呢。他將1點1包啦。哎啊，1點1包啦。哎呀，一號誒。有咩一號啊？有等於嗰個街頭藝人，一日就超過5000元。係啊。對呀，幾百個元點點呢？對嘛？一辛苦呢。對啊，你說一號15000呢？他也算是藝人呢。對啊。係嘛？點解搶100？係啊。係唔過佢比嘅燕婷還厲害呢。樣板講。他刮刮樂，他中了獎金5萬球誒。哎呦。真是100中都一張就中5萬嗎？一張啊？你是買一堆然後才中，還是一張就中？一張就中嘞。買一多錢呢？中5萬元？2000元。2000元？哎呦，中了5萬元。哦，你厲害哦。哇。係啊。人生當中100，真是。哎呦。哎呦，就20中係啊。係啊。太子敢買一貼吧。來辦迄天我哋。土地伯公面前，神明作案的刮，真是都全部卡銀控來，就你啥中獎這樣子。哎呀，跟抽到5萬元，你要哪輪用啊？做嘛？那都拿去買遊覽茶，買飯食。啊，沒買遊覽茶。都搶都卡銀嘛，新年嘛，都吃飯嘛。哎呀，大東西啊！這種財運，這樣就是分享出去，你還會有更多的財景嘛。大榜過年啊，唔該要創下新歌嘅嘛。我相信你觀眾朋友聽到以後，一定會講：哎呦，這首歌我又可以練了。係啊，新歌漂流啊！歌唱班嘅欣賞一定會拿一條歌嚟。我都按你想。還有佢之前那個嗓音沒懂唱費玉清。對啊，小歌。係咪小歌？對不對？小歌。過年有貼片啊，模仿費玉清。我們不能輸給秋婷姐。千里之外。上次有教你那個動作，有沒有？有啊。哎呦，嗰種感覺。哭下去，起起來，嗰種感覺呀。哎呀，小哥唱歌很奇怪，他都會用腳，哎，要跨出去一點點。哎，太多，哎，就差不多你其他人。你說按呢？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，你無聲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許不該太遙遠的相愛。我送你離開天涯之外，你是否還在？情深何來，生死難猜，用一生去等待。好來，哎呦，好來，周杰倫來，我不會，我只會小歌費玉清。哎呦，真的懂唱。我真根本唔記得周杰倫從哪一團呢？係啊，真是。我啲啊，我見咩要衝兩團啊？有一個 rap 的東西。有。對啊。那有人茶當紅衝嘅費玉清嘅歌應該歌。好了，被你抓到，可惡。沒有阿公阿婆會上包紅包。沒有糖啊，係啊。應該係阿朵吧？沒糖係唱費玉清的歌。係哦，人家上線有唱。像那個什麼晚安曲啊，我也好喜歡。哎呦，來，晚安曲。讓
老师几个音。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，把握那美好的前程，珍惜你锦绣的人生。再继续。愿你走进在这过年的前夕在1个礼拜就要过年了，对，真的非常的开心，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在这个夜晚，在这么美好的夜晚，我相信大家也一定都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快乐。是。那以这一首《晚安》这首歌呢，在这里跟各位说再会，希望大家2025年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年。我们下礼拜见，好不啦？还有一段精彩的节目。谢谢，太棒了啊！大家继续收看下一段精彩的节目。我相信这样是跟当地人的启发深思啊。我们也来玩玩看，所以香港这样的出。你阿头用真的咩应用到太多啊？太多。有啊，有应用到係啊。冇有。我冇眼片我。你牙走吧。你太爱某一其实老年就成偷了，你现在装小。老年音樂會，哇！今日呢節目裏頭邊太內邊啦，係啊，太實際嘅人物咧，啲客家嘅非常資深嘅一位太實啊。英國歷練吼，伊豐富啊，做這種人，出過8張專輯咯，8張啊，8張哦，8張一8張，8張，8張專輯，還有你俾個金曲獎，佢每來分享佢嘅音樂故事。嚟，分享一位。羅桂麗先生。無怨無樂到天光，我的心情又揚又歡喜，跳也無衰，地台一閃閃，天使悄悄明亮。
黑暗的错口事，东光嘅路拍，海东人也要碰路拍，泪无停，眼泪越闪闪，结束渐渐接近，后莫也爱加平yên。 落下冬天跳来来，一步一步离开爱嘅故乡。风落下冬天跳来来，爱看唔到阿妹嘅身影。风落下冬天跳来来，一步一步行向爱嘅將來。風落下冬天跳來來，家日嘅愛，到底幾水？ 家的嘅愛，到底嘅水。哥好，紧张好，紧张好。啊，罗文言啊，嘿啦。啊，罗文言哦，俩现在要蹭是不是？蹭一下，蹭一下。吃到优秀就要蹭一下哈。不是，太久没有看到你了。真的，真的。你有给他轻重要的事情都冇下。冇个重要的事情。除了固定嘅广播节目以外，哈。系啊。哦，做广播节目。有在光华电台有主持一个节目。哦，光华电台。新的节目。唔过根本嘅重点係。 桂林先生，佢本身嘅音樂故事，係冇哦，對啊，先生嘅內容是可以是創作音樂，清久了呢，清久以前就是談過啦，笨蛋嘅樂團嘅時間，啱樂團啊，其實在啱樂之前就有開始下翻譯歌曲，有，開始下翻譯歌曲，因為咩是帶定。 我嘅卡帶，嗰種時間卡帶、demo帶哈，去唱片公司一件一件的毛遂自薦的。哦，真的啊！藍白沒去過，滾石、吉小飛碟全部去過啊，叫全部小心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人家係用團體嘅方式一樣。嗰種時間講言，講言嗰種時間講言。哦。你開始用團體可能較有趣。後來啱講就證明一個事情啦。後來啱講教育來就是講，在香港嗰個一個。 歌壇嚟講，在國家的地位係非常高。其實講嘢，我們很幸運啦，第一隻團體先出來先揚眉嘛。哦，先出來先揚。跟某一天哦，跟某一天哦。啱差不多地位就像陽光合唱團一樣嘅。冇啦，不敢。其實陽光界的吳生是欣賞，對我哋嚟講也是一個精神指標。對。係當然有好些嘅先驅。對。原來阿家哥做得啱，創作得很高。我相信這樣是本當當然一個啟發。 深思啊，我們也來玩玩看吧。所以剛剛轉嚟出來，真的，幾種是影響到眾多人。真一樣，真一樣。廿推講真，你咩影響到下一推啊？下一推人啊，有冇？有啊，有影響到我啊。冇啊，我冇按片拖被壓走吧。其實老年就出脫了，你現在裝小。就是冇啦，就按比如按唐豆特別陽光吳生之老師嘅合唱團咧出來啲東西，後來接觸到啱講嘅時候，真係客家嘅音樂做得按嚟編吧，做按嚟做，唔係按。哎呦，眼鏡勾來，係冇音樂團嘅形式啊，真係仲厲害。其實我寫第一組客家歌曲喺民國80年左右嘅。哦。係，嗰陣時我在時神堂駐唱。哦。然後呢？嗰陣時，啷個同期嘅嗬，身邊唔算同期啦，算係個前輩，佢可能係做落去嘅咧，黃安，嗰陣時在新竹有記下嘅民歌餐廳哈，我們兩個曾經搭過一陣子的檔啊。哦，真的？他好像半個月左右，還有記住，他就正式踏入演藝圈啦。哦，他的空缺就我來補。那位黃安，變魔術。但是這樣子，一首歌唱遍整個中國大陸。他要就是在這樣子開始下嘗試了一下客家歌曲，一點點小因緣機會啊。哦，不過發行8張專輯咧呢。
巴掌。我最有印象，亲家己一条歌的。爱看人也给培养金行经验，培养。要青岛人先唱两条歌。两条歌啲人咧节目嘅比赛嘅排名咩非常高嘅。难唱哦，难推歌。嘅情感嘅表达啦，係嘛？係啊，今日聽講嘅培養嘅主角有來到嚇。培養主角嘅妹妹。培養嘅主角係假來嘅，假妹妹是來過啊，親強啊，有表演跳舞有冇？我記得咧。對啊，之前有。上一拜跳嘅韓團嘅歌，對，親厲害。哦，你還有印象啊？當然，你居然沒有印象，我才意外呢。講什麼你都唔記得。今天妹妹好像有來到節目，我同佢合唱歌嘅嗬。對啊，還是去下歌詞啊，來編曲。啊，你啊，你冇寫哦？係啊，下歌詞。客家歌詞，客家歌詞太部分啦，啊，摻雜了一些中文發音啦，英文，自己嘅英文，自己嘅發音啊，哎呦，哇，好強啊！多元 fusion 就出嚟哦，fusion，對，這個就有基因，你看都有遺傳。我兩個一次鼓勵幾個，像中國哈，盧卡。它局限了，除非你是什麼張惠妹啦哈，伊會唱嘅，就沒有以現推來講，現推呀、沙飛來講，他希望是能夠是創作歌手，對啊，唱成吉他能唱能寫啊，對啊，哎呀，跟錄張法啦，對啊，所以還是鼓勵佢。佢係聊有主持咧，中國嘅，多元發展啊，也係以前不斷嘅，冇將來的條拜是哦，唱歌就唱歌，演繹就演繹，比較單一面向，對啊，主持的就主持。現在都是很跨界，不務正業嘛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很會哦。來，跟女兒一起來合作一條歌，我都買名。恩愛，所以女兒叫恩，女兒不叫恩，那叫愛，女兒叫嘉云。哦，嘉云哦。還是女兒的男朋友很多恩格的。在 AI 門幾張碟。哦，對。愛行到一條路，經行經
me. I really don't care. 繼續行嚟嘅路，唔會 healthy。愛做嘅愛希望，滿切㗎，也係滿意。How can I love you？ 滿意，也係滿切㗎。我可以愛你嗎 ？Don't answer me. I know. Marry me. Come on. 你的手看你的手，看的手，Love forever。哇，虎父无犬女啊！对，真的有这么优秀的父亲，对，对，都好真的嘞。哎，我在镜头上看，哎，感觉好像蔡依林在唱歌呢。你刚刚说像王心凌，比王心凌还漂亮。我后来再仔细看一下，像蔡依林。蔡依林哈，来，我们站近一点。对，离爸爸近。那个国立老师麦克风不能去干，然后来，让大家看一下你们那个吉他的牌子。先问好一下，罗哥跟吉娜姐。哎，你好，佳瑜你好，你好。你想要走这个圈子哈？啊？想要进入演艺圈吗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他条件很好啊，他条件很好啊。是啊。哦，又会跳舞又会冲狗，但不够大方呢。对，有些讲伤哈，太害羞，他有点害羞，绅士，有一点紧张是吗？哦，对。俩爱后上演的面对一个数据也不会紧张，他们自己那对自传上台都不会，是放开一点。好，脚也开，不是，脚就摆好就好了。在这里不要乱来，不用太开，也不用太合，嘟好就好。其他有一点同上像这种，像我的等我上表演哦，很自在，活蹦乱跳。我都喊你空用啊，我面对镜头的时候，我那个点就是放不开。面对镜头的时间哈，奇怪。对我上又冇哦。今咩啊你？真的哈，也还讲永远在下晡跑输的时间，然后那边尖叫的时间，肾上腺素上升的时间，感觉冇用。哎，没啥嘢咁感觉冇用，就像比如目前放映看嗰其他台嘅呢歌唱节目，咩直向外送，我都唔敢送。真的，你会讲哦。我就有一点那种露营恐惧症，别的节目我就放不开，不自在。我也会哦，就自己的节目，我唱歌啊什么，我就很自在，就气卡不卡。我到外面去表演，大场合哇，我就有你呢，有观众朋友的时间，也感觉冇通用。但就录影就觉得还是摄影大哥吓到你。哪一个？你跟我讲哪一个？我叫他进来跟你。摄影大哥离你太近了，这样。没有。还是小康老师啊，太恐怖了哈！还是小康老师长相你不喜欢，遮起来，抹掉。啊，这个歌词你写的？对。好棒哦！爱，为什么？创作理由是什么？爱情故事。对，它算是对，也算是。就是呢，几年前。在看新闻的时候，有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说关于同婚的赞成跟反对者的冲突事件嘛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问爸爸，说他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件事情。然后他就说是这件事情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嘛。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他们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，所以一切就是看个人嘛。然后我也是就是赞成他的这个想法。然后呢，我就有把关于这件事情做写一个小心得，然后后面就把它稍微修改一下，然后写成歌词，然后再
跟这个罗老师分享，然后罗老师再帮我修改，然后再就是诞生了这首歌这样。这些背后他我们跟梁子多这些讨论嘛，不过我很意外，你看他很忧伤，你会关心这样的事件。对，有一些你有用的想法以后，但有的较传统的人没办法接受啊。哎，罗老师也是很 open mind。对，但是像我来讲，我也是，我是可以，我认同，我支持啊。我尊重，我非常尊重。我也看过一个报道，小孩其实是我们心头的一块肉，真的，我们真的也是尊重他们。所以当然希望他们好啊。法律上如果能够获得保障，当然是非常好。是啊。给让他讲这个事情的时间，我心里面也是很高兴。真的，这个小女生长大了，有去给她想法的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啊。怎么说？反正已经太的嘛，你去给他想法，能够独立思考，能够下东西出来，可以给消耗时间，他的作文就不错。是，就会表达自己。对啊，鼓励之下可以窥视下果子。一直这是喜的方面。是，也还会小了，会反诺了。我那个儿子也是啊，他在高中的时候是完全都没有交过女朋友，然后每一次都带男生回来。我那时候两夫妻在那边想，他会不会是啊？其实那时候就是也不是怎么，就是觉得其实有时候父母担心是怕别人的眼光，因为是我还没到18岁，我已经色得要命了，奇怪。他搞不好带回来是幌子，外面色得要命。对，结果后来高中毕业以后，就开始有接触异性朋友。我跟你讲都一样，我也跟你相同的经验。拿来耶，佢唔单打败就。带谁来朋友转来？他还跟他朋友手牵手，手牵手，还抱在一起睡觉。我想，这真的很有点担心。嘿了，快是带朋友转啊。其实没有啦，也是尊重。更是少啦，俩是跟私推某汹涌嘞，大家要更能够包容跟接受这些事情，尊重。嘿，好，加油啦！啊，佳云加油，你的外形你很有条件，外形很好，但是想法很重要哈，还有表演，还不用亏了。对啊，赞呢，欣赏赞。好，有爸爸的护持之下，好不好？对，加油！在演艺圈好好的发光发热，没错，加油！好，好没有力啊！加油！最后再带了一条狗儿来的，又带了一条狗儿，欣赏去给他狗儿吗？对，去给他狗儿。哪一条狗儿？爱莫追，爱莫追，我无追，我无追，无追，没啦，那条狗儿，看看。俺呀亮调爱梦醉，十九莫盼了莫醉，以后过了，以后孤单，快樂一半不遺憾。愛嘅人生，愛嘅路，有的黑暗也黑素，唔想聲音也無法吐，向一步算一步。愛莫醉，愛莫醉，愛莫醉，愛莫醉。
爱望水，说就无盼望袂水。以后无聊，以后孤单，快乐一半，苦一半。爱的人生，爱的路，都在一样也会输。不想声音也无法度，行一步算一步。爱无水，爱无水，爱无水，爱无水。也很好客家的东西，又是传统的东西，那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。我以后想学流行的。我才说你传统很感动，哪里？都走在冲啊！三国音乐会哇！都也是第的哈，一定有后堂的三国都本较好谈。听说嘿，那里来注重天才耶，三国比赛。重要的比赛呢。每图啊，根本伊係羅山國族嘅得獎嘅朋友，我來分享佢哋後堂嘅故事。羅山國真難衝，真難衝哦。不過衝點係真喜歡客家三國嘅，對，啲好朋友。唐記啊，好衝過得好啦，訪問記得啦，哦，歡迎 TV 係孔鳳竹帶來羅山國。大家啦。别
长春。你们是客家人的精神偶像。不敢。妈妈，你也是，你老山歌族。我2019年来班上，我们在学了3个月来唱领唱，结果有一位90多岁的阿婆，他说你已经连播2次了呢。他说阿冯顾主持的。90几岁哦！哦，真的，真的，你们是他们的精神，对，真的，没有，偶像巩固了。对，我们真的节目真的要后猜呀，对不对？90几岁啊，真的。那疫情你们没播，对不对？有，不是重播，但没有比赛，它是2次。有啦，有一层呢，差不多1-2张年的时间有重播。我很感动。你刚刚一开口才叫做某上就某上，一上就打烂昂，没有，一鸣惊人，没有啦。这姐你是唱大戏出来的是吧？没有，你有京剧底子吗？没有，我是唱那个2人段。2人段是什么东西？没有啦，随便自己转。2人段啊，随便自己转，在外省族群，对呀，爸爸是湖南人，错吗？对，湖南人，湖南骡子，阿妹，那你脾气一定很坏啊？因为我随佛，所以我很温柔。对，又姓孔，大姓啊，对，在外省孔家后代是吧？对，真的，我们有儒家思想，是形象要好。感觉得出来哎，你看，一腔做欣赏哎，你知道有腔吗？你是老师吗？公教人员。有一段是我是在科技公司退休以后，退休以后因为科技人才，退休以后我就就是有规划自己的那个退休生活。那时候因为爸爸就是很想听山歌。爸爸是外省人，喜欢听山歌啊。对，我不会唱啊。妈妈是客家人。对，那妈妈是讲海陆腔的。会有点哎。所以，但你刚刚听起来唱的感觉也是海陆腔的。对啊，所以你讲海陆腔，我讲四线，我们2个会打架。你讲，要不要来一下？你讲海风。你讲海风。我讲西人。你讲西人。我讲西人会打架啦。我会打架了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张呢？你讲会溜没走的啦？为了学唱山歌，我去客语认证了。真的有考到吗？那个有，但是我学那个4线的时候，班上那是网络上课，结果那个班上同学啊，最喜欢听我跟另外一个同学，他是闽南人，那前仆后仰了，因为我们讲了，他们都会笑死。没下家出群嘅朋友講客語嘅時間，神奇嘅事情啊，對。但是孔姐姐唱的真好，真好，没有，真是我覺得我們剛在研究半天，你的聲音很像唱劇的。
还冇。所以你这天川日你是得到什么的成绩？我是得优胜。优胜啊，这个声音这个得优胜。他们说，听听就好了。说视线跟海陆有什么差别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反正你就是爱，你就是喜爱。我就觉得说，我唱这个山歌就是我妈妈的母语。我就觉得我唱山歌的时候有我儿时的记忆，我很快乐。阿梅发是这样子哦，共同生长的记忆，阿梅发对，同阿梅就想说，那时候爸爸妈妈上街要买什么给你们呢？会满满的记忆，我觉得是非常温馨的。都空爹俩山沟地不会堵，嘿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山歌真的是它能够带给我们这一代或者上一代。他们都是一个，我觉得那个精神上是很大的一个依靠，我觉得。参加天川日的时候，每一朵弄影噶，冲嘛。对，尤其是微感通，微看天川日的表演。真的，那个天川日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就是表演台的那个，就是右手边，那个上面，我就看到一个那个推轮椅，有一些人。我感触就很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是不是我也被推着轮椅？那没关系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讲，那么冷的天，他们可以坐在那边坐一天，一天哦。对，然后就会引逼唐山歌，想听山歌，他就想听山歌，那种情感。那种情感，那个他们以前可能也是一个舞台上的比赛者，是，这是我的感触，对，所以我唱完以后就让那个我从来没有去参加过那个竹东天川日，我是第一次，然后我感觉到就是说，这个客家人爱山歌那个精神，你没有办法去体会，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现场看一下。我这有一个老大姐，她为了要穿旗袍唱山歌，结果她的脚拐到半个月不会走路啊！哎呦，真的按用心在比，他们穿的好 lady 耶，是，旗袍穿着，我是穿着里面棉衣啊什么这样子上去唱。我觉得他很多故事哎，很多。改天这样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我们节目这时间太短了，改天有机会我们有一些特技啊或什么，我们再邀请再请孔姐姐来跟我们聊天哦，好，跟他来打嘴鼓，打嘴鼓啊，那你们继续的精神要传承。好，报告是，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对，那个只要。罗时丰在，我们就会在。靠大家的力量，只要有你们两位的话，我觉得客家精神一定可以传承下来了。扣太起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孔姐姐，安子改天再来哦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安子姐。好嘞，沙下來唱全員帶來落山歌。彈過啦。落入人生。
是旧温恋呐。山高，千百样唔但白跳。不羡仙喽，恩那木艳阳第3名啊，邱英姐，哎，洛杉国族啊，说阿姊的都冲到也变阿婆的呢。你要变老年家嘞，好不好？哎，对的，对嘛，你中年迈入老年来说，冲过的痛乐的事情，看唔出来啦，系嘛？好冲过就会好伤。对啊，不过根本伊两条狗有特别的故事，哎呦，乜嘅故事？哦，哎，真的，因为那首歌啊，系我猜个命数当红啊，可能我车名，那我太顺其他可能什么人也听听嘛，其他唔记啊，我太顺列下国二，国中英演生，你就好感慨哦，什么时光飞逝，跟你的像咻下是国的，我列下按都死嘞，做阿婆，你就是说阿姊的，也变阿婆。嗰时候我就很感慨，然后我是参加太极学嘅当然有嘅创词比赛，咱认真欣赏嘅。嗰时候我就去写，结果有得到拿到特优。哇，歌词哦，好厉害哦，自家作词就超厉害。你都不会让自己闲下来。真的，你冇喊呢？对啊，一定要哎呦冇喊。对啊。叫我做劇吼，要唱歌，慢慢表演啊，台劇咁樣會去啊，馬家都有人事情呢，很多陪爸爸媽媽。哦，因為爸爸媽媽有愛顧吼，係要愛顧，你自己愛上班，要愛顧老人家。我感覺是講，你跟你的恩用過，你自己用快樂嘅心情去面對。用唱歌來釋放一些壓力，轉化一些雜念，錯嘛？對啊，你咩厲害？我哋喺啲節目當中，我參加比賽，冠軍嘛，哦，也係亞軍。冠軍，還有天意界嘅總冠軍。天意界哦，係啊，就哪種冠軍啊？田傳一也沒，你下隻舞台嘅，我們有季冠軍嘛，季冠軍要搶下一屆，四季搶下來比賽，田傳一也敗有第3名，洛杉國族，唔會衝啊第3名。
佢加嘅啲咩暗尾創、風燭機咩暗尾創啊，優勝嘛。樂山歌其實樂山歌全部都當尾創，係啦，真言講。有陣時評審欣賞可能佢哋彈嘅部分有些冇強可能有啲想法，係啊，韻味，可能嗰個韻味適合到一隻欣賞嘅。不過做得拿到燈咧都挺優秀咧，係冇猜嘅主動填創意比賽啲。真言講，真言講，我感覺填創意呢地吼，我感覺真言本嚟呢。全部愛唱歌嘅人，真嘅當可以講。青海舞台哈，係你當一打擂台咪用用啊？係是冇的。我都非常榮幸啊，因為客家委員會吼，做啲安尼鬧嘢打擂台比賽，做過冠軍歌手嘅，哦，冠軍出去嘅，還有啲填傳嘅比賽有冠軍出去嘅，就直接做到去神槍。就變咗做新傳師，對對，新傳師其實係92年啊，90年我就拿到，我就拿到，你下捱到個神槍戲劇。哦，戲劇部分嘅新傳師，哦，拿個大滿貫後嚟，好冇？全部本，全部本神槍。金馬獎金鐘獎。嗰有嘅呀，戲劇嘅呀，全部本，還有嘛語言嘅部分嘛，係嘛？青島部分，哦，咩客家文化都靠人哋。博大精深啊，靠大家，真係講靠大家，真嘅。大家共同努力，好嘛？按子聲，多謝，謝謝，有請唔來哈，有閒執過來，好嘛？冇問題啊，謝謝田園之子，謝謝來合作小組，按子聲，沙下來入邊，沙來係賴燕婷帶來樂山歌，來，彈我啦。
讲什么诶？什么诶？伊厉害呢，佢喊福斯客家传统嘅山歌呢。一次以來有猜福斯係冇？有。哦，啊，田春義比賽係第一擺嗎？第一擺。第一擺一比，你就得到第人一等名，得到什麼名次？第一名，厲害哦！從頭然後有啦，對不對？長輩們，這真的很年輕，又好傻，你是誰？有過之才，真的太厲害了，真的。哎，開口，哎，真的，一衝到這這多，很韻味很好。對，有比較真，就是在這塊上有一點有去鑽研，有鑽研，是因為阿公的關係。對。阿公的關係，也有型哎，哦，對啊，你後搞底部度，你是學本科系嗎？應該不是，我是學音樂系的，音樂系，哪個學校的音樂系？我是國立台灣戲曲學院。哦，你可好演呢？哇，你以後前途無量啊！戲曲學院，對，哦，又增添一名生力軍，是，從藝劇嘅，係冇，繼續加油，好嘛？反正就是為我們，我們就是客家，就是靠你們這年輕人，我們會老啊。大概看到有上一來就一分一啊！我看到你們年輕人，我會很感動哎，真的，真的，這你後上也很學客家的東西，又是傳統的東西，那真的是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，很棒。哎，我以後想學流行的，流行的，都做對，跟帶孔姐練起來。我才說你傳統很感動，然後你都做得衝啊，對嘛？我把它加起來，跨族嘛，青島人那樣用兩族都來比高嘛，哦，累積經驗。反正傳統的流行的全部都講啊好，全部都發揚，好嘛？哦，為到客家共同努力，好嘛？好，什麼？加油，很棒的，哦，加油哈！得到第一名，好啊，好各位朋友啦，哦，來夾來報名，夾打電話來，人叫6667人流浪，等大家打電話，連演唱用留兩 V 哈，等他。係啊，名嘅留一下哈，全部留下來啊！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另外呢哈，係啊，沒有多謝3位哈。是我你主動田春義樂山歌組哦，有得獎嘅好朋友安子生，多謝。是孟小跳老師，還有孟翠青山安子生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是孟天成公眾演員，辛苦嘞，安子生。謝謝。好，下禮拜冇唔記得，一天呢準時時間呢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，再見拜拜，嘿嘿。